台南市長黃偉綽日前為着拓展農產品的韓國市場，帶市府團隊前往韓國首爾舉辦展售活動，並參加首爾食品展，得到2億商機。黃偉綽也閣互看到坐小飛輪機登來台灣。你是不是其實就很習慣搭聯航飛來飛去？沒有，不習慣。不習慣？誰習慣？沒有，那因為主要是很多公務都是白天啦，白天做完了，那就有時候晚上，那為了不耽誤時間哈，就是把聯航當作統聯來做，因為統聯做我們搭統聯的時候，車上可以睡覺，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哈。黃偉綽常常回出國行銷農產品，雖然這回爭取到韓國對台灣的關稅優惠，對6月底延長到8月15，稅率對30%降到5%，也閣坐小飛輪機這件代誌引發一波討論，部分網友抱着懷疑的態度，對此有人直接發布，因為看到黃偉綽本人正佇咧等行李，歡喜跳舞拍片，煞無說離跋倒，甚至也閣打出黃偉綽添加佇機場困去的相片。黃偉哲連話都講不清楚，我覺得他很像大雄啊，就哆啦 A 夢裡面的大雄。他說那種喜憨，黃偉哲是個喜憨兒，你知道嗎？他連幫自己辯解都沒有能力，不花一些資源啊，好好的行銷你自己，或者把很多政策講清楚。你知道他居然回我什麼？他說這個行銷的費用是要花在行銷台南市啊，不能夠行銷市長啊。我說黃偉哲，你有病嗎？拍好倆菜親兄弟，那親兄妹嘛袂歹，好，那所以說妹妹幫忙哥哥講好話，我覺得很謝謝。宣傳上做大雄沒關係，但是做事上為市民做事上，還是要做哆啦 A 夢比較好。黃偉綽小妹黃智嫻對網絡頂懸訛了黃偉綽政績的內容一一回應，雖然兩人政治立場無同款，也閣佇任期最後一天進前，攏會當持續替市民朋友努力做代誌，替城市增加更較儕建設甲福利。台南新聞林根陽說話採訪報道。